来关心南美洲的一个国家智利，一个沿海城市因为连续几夜天上大雨，当地有一排滨海大楼头前的地基全咧崩起，出现一个15公尺长、30公尺深的坑。部分的居民惊这栋大楼的倒去，是赶紧撤离。 环境幽闭的规排大楼头前，雄雄出现一个真大的坑，大坑内底还有工人咧做加固工程。南美国家智利的沿海城市瓦尔帕莱索，当地因为这几天一直落大雨，造成沿海的高级社区建筑头前土石松软崩塌，出现长15公尺、深30公尺的大坑，让居民真烦恼。距离大坑不到5公尺的大楼，随时拢有倒落来危机。En la noche nosotros dormimos con mucho miedo, porque corrimos el riesgo, como yo le he repetido, que se puede venir derrumbe. Entonces, la primera noche no dormíamos nada, con eso le digo todo, porque lo amanecíamos, qué es lo que podía pasar. 距离大坑上近的大楼，悬13楼，拢总有200间徛家，每一间价值50万美金，等于是台票1600多万，是当地的高级主题区。当时销售的时阵，就主打0泰美金，却因为雨雨造成建筑下面的地基互冲起，连地下停车场拢互土石淹去。附近旧社区的居民批评，建商当时都不应该伫山区面顶起厝。Bueno, no, esto ya son años atrás, pero lo que le decía ayer de cuando ya se construyeron aquí los edificios ya empezaron por estos problemas, porque removieron toda la arena. Esa es la verdad. Por eso le vuelvo a decir que esto jamás tendría que haberse construido sobre las dunas. 外国媒体发新社报道，这是当地社区为2023年8月开始，伫一栋内底出现的第3个大坑，因为烦恼继续落雨会造成灾害，已经有数百人自行撤离。智利媒体报道，过去1礼拜，智利受到温带气旋加大河气流的雨雨影响，出现做大水、土石流的灾情，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更有超过10万户的徛家停电，上万人的财产损失。关系新闻台是唐平友。